朝中大臣、文武百官，正等着9000岁登坛祭天。正所谓慷慨以任气，磊落以使才。造怀之事，不宜先密之巧。本座今代天子祭天，必摇起满天神佛，赐福大明皇朝，黎民安养，国祚绵延呐！魏忠贤，你这个断子绝孙的阉狗，你凭什么替天子祭天？有此报复千岁！简直是大逆不道！不杀了你这条阉狗，天下就不得太平。玄冥七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！受死吧，阉狗！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！快回家！
迟，万望义父恕罪。哎，来，快起来！你救驾有功，何罪之有啊？李飞暖9000岁受惊，卑职知罪。哼，全是一群酒囊饭袋。若被我儿红影及时赶到，这后果你担当得起吗？卑职护驾不周，请9000岁降罪。哼，这次就算了，但再有下次，本座要你剃头来见。是。起来吧。谢9000岁。红影啊，这位东厂指挥使厉公公是自家人。久闻神经头号杀手叶红影叶千户，9000岁有此义子，必可高枕无忧啊！啊，飞暖，我儿红影生性孤傲，初次见面难免生分，日后熟了就好了啊！你可别放在心上啊！啊，卑职不敢。看看这些自以为是的反贼，简直太猖狂了！本座扪心自问，侍奉皇上，忠心耿耿报效朝廷，劳心劳力。本座今日代皇上祭天，是为天下百姓、黎民苍生祈福。他们居然还想置本座于死地，这简直是蔑视王法，唯恐天下不乱。请义父放心，孩儿绝对不会让这些乱臣贼子为祸天下。好，不过杀几个恶贼容易，但这不过是表面文章。你可知道这危害天下的祸根在哪儿吗？请义父教诲。东林书院。这是当然。老夫虽说已经不问朝政，可是绝不能看着先皇的基业被这群阉党走狗祸害。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，老夫已经拟定了良策，暗中联络了各部各司的同僚以及门生。这些都是我大明朝的忠义之士，愿为我大明社稷舍生取义。只不过现在时机未到，只能忍气吞声，随波逐流。一旦条件成熟了，我们就会联络袁崇焕将军，共襄盛举，里应外合，一举将魏忠贤的阉党恶事除掉。你将这份名册给袁将军送去。这次事关重大，我去请风尘双侠亲自护送您去辽东。皇上，这朝中文武百官的奏折，不要给朕添乱！你没看见朕正忙着吗？跟以前一样，你替朕批阅，有什么事情你拿主意，好吧？这其他的奏折，卑职是能代皇上批阅，可唯独这件事，卑职还真做不了主啊。你就别谦虚了。俗话说得好，一样的米养百样的人，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天分。就像朕，最大的喜好就是做木工活，你不知道。当看到别人拿到朕的器物叹为观止的时候，朕的心里是多么大的满足。可我一看到百官，我头都痛；看到这些奏折，我就烦。问我什么是治国之道，我怎么知道什么是治国之道？不像你，像卑职。对呀，这么多年以来，你替朕打理这些大事小事，真是替朕省了不少的心。你才是真正的治国良才。可是造物弄人呐，你只是个太监，而朕原本应该是个巧夺天工的木匠。从娘胎里出来，就当这个倒霉的皇帝。卑职还是希望皇上能够流芳百世，名垂千古。流芳百世，名垂千古。历朝历代有哪位皇帝真正能够做到流芳百世、名垂千古？哪一位不是遭到后人的唾骂？唐太宗李世民杀父弑兄，晋代隋炀公杨广强占父妾，就连我们的太祖高皇帝，不也是被后人指责说是大杀开国功臣吗？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。国事家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老爷，老爷，
不好了，出事了！老爷，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您快去看看吧，老爷。出了什么事？没看见我在讲课吗？老爷，我简直说不出口，太惨了，太惨了！那凶手简直是惨无人道啊！凶手惨无人道。哎，你说清楚，到底什么事？难道出了人命？老爷，你看，太离奇了吧！我没胡说八道，谁干的？一夜之间，我的鸡都没毛了呀！这谁呀？干这么无聊的事儿啊？那肯定是被人下毒了。谁会对鸡下毒啊？鸡会得罪谁啊？还用想吗？还会有谁？朕听说东林书院都是一些读书人啊，那个顾县城还是朕的启蒙恩师，这些人怎么可能是反贼呢？皇上有所不知，卑职查到这个顾县城召集门下，自称是东林党人，平时大放厥词，攻击朝政。如今进上这份奏折，不但把卑职说成了是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，还把皇上您贬成了一位涂炭百姓的一代昏君。皇上，这干人等狼子野心，若不严惩，只怕难以照拂天下。这件事你就看着办吧。对付这些，你一向都有主意。识君之路，担君之忧。这些乱臣贼子，妖言惑众，诋毁皇上，卑职绝不会对他们心慈手软。